大家问千万字，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真侪人爱去垦丁游览，热天用的耍水、冲泳，啊那寒来会当坐夜市、行庙拜拜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就是垦丁的垦，读课文垦第二条。垦就是开发也未经过开发的地，或者是开发新的田园，咱讲开垦。另外，古早政府开发新的许可证，咱讲是垦照或者是垦单，向政府也是原住民取得开垦土地人或者垦手。带大家做过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开垦，头前讲到这个意思就是开发也未经过开发的地。第二个词读做垦手，也就是向政府或者是原住民取得开垦土地人或者垦手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甲做伙。譬如讲，古早清朝时，移民来到台湾，向地方官府依法申请许可，若是领到合法的垦照，就会当开垦土地。另外，还有垦手会当向原住民取得开垦土地资格，嘛或做业主业户。过去移民加做垦户，对开垦土地有真重要的贡献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垦，提供给观众朋友来参考。